的小东西啊！主播弄不看，那大主播都是看人的，你真过没？可是我这个主播钱，都网红钱不得当家里给你论，真过了你论，说当老光啊！谁你的那个我呢？这个成掉了没些，成了个那个没谁的那个等等。尤其是部门的这声音的，部门就不声音的。声音嘛这。国民嘛，当时俺声音不的，也让国民的。就让俺国民的没点去转这呗。这俺的那个的没下了，是的。啊。俺的吃的没弄了，是的。干了。就让我开小灯了，是的。鞋，他妈那个鞋嘛，吓死我了，真的就。哎呦，小心加了些是种鞋了哈。你要吧？那都俺的学妹的这图就俺就从我先胖我先，俺嘎了，我在想在哪里见过，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，知道吗？想了半天，他自己跟我说是我的学妹是，或者这是对这个东西这是人嘛呢？这俺的我们就都当孩子的妈妈了，可惜了，真的。你女大18变嘛，我念过，真的，你就凭弄。你还那个当天你遇到了谁？没遇到谁啊？这地方去，真的能遇到谁？不说了啊！真没遇到，发誓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个，我真没遇到。他们就这样的，我们就真的。我跟他说，他说你把他娶过来吧，看这。那可能没弄过。他跟我讲什么知道吗？你把他娶过来吧。给多少人让他说给阿边如给什么乐观主义给怕了啥个就可以，没点这个阿边如给，还我以为让说的这特别听到别人懂嘛的，你心里还是有他嘛？但我不说了，没有说，不要问我。不是。什么不是？你自己没有联系方式吗？自己问。谁都可以娶的哦，就是咱们那句。我没有想过去娶你啊，你想多了吧你？你摸着你的良心说，你有没有说？啊？我说我娶你。不说了，不聊这个话题了。我娶一个孩子的妈妈也不可能娶你，知道了吗？我不用人娶，我自己过得挺好的。也别说的，前年过让他前年对的。你看嘛不啦，我自己过得挺好的，我不用别人娶。你过得好不好我不管了吧，凡是让他的单亲妈妈想，我会选单亲妈妈的，不会选你的。我又了的，你不要那边。虽然你长得真的也很好看，但是你不是我的菜。我也没说我是你的菜呀，你不要往死里问嘛！你想问的话，你自己打电话，我连电话号码都没有，你自己去问。没必要问，问什么？你们这就是电话两回熊妈吧？你们这就是我弟弟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们也是那种，他们也是的，我知道。我们两个是堂兄弟。他们也是的我嘛，不堂兄弟不是他们也是的我吗？俺那都不말고我都不知道。虽然俺那的我呀堂兄弟来的，但是我都不知道了吗？还是对面那个不要理他，辞真结婚了是呢？对面那个不要理他，辞真结婚了是么他说的？我们和娘不用的我。什么意思混人的？没看他们这种让直播间的里头的，娘不说人这边的。你给学的怎样？他这你都这样的哇？这娘的不弄过。没看他们这个人，挺好的。俺同学才这样嘛的，这没的，有吗的？好像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看着嘛的那种养着嘛的那种给上嘛的那种才这嘛的俺过没有？
好像真没有。公布。小谢，哦，也去弄你们到。저입니다 그때. 내 상자 버랑 겁니다 왔을 때 저입니다. 구슈게 될라니. 구슈게 될라 나한테 꿈이다 왔으면 도움 주나. 트위터. 유신우 봐. 그래요. 나한테 뭐 참대. 맞아, 얼마 됐죠? 나지 나야 찬스 때婚礼现场 그때도 꿈입니다. 난 구슈게 또 묘게 또 따라면아 니 처음에나 我都在那边都看困了知道吗？那么妙是这个。感觉别的你不别的未成年人的人都是理解的，但是没话，这我读阿家读，我们妈丢人家的就是读，你这样读，我们前边读的读民读读，我都读全部过了吧，我们生意的读民读啊，我们妈的读没得那干咩，真的，我们是读我们的广播的那个现哪有，爸爸不别，我们不别。读没得俺人家见从的，我们全部就读根的就是这样。顾根的就没呀，我们根的就顾钱不说钱，你得看才能，我们大去顾钱不大，人家是那都不嘛的，好微微，就是我们相当于让但是我们。我像你们男的了，我们女的也喜欢那种。还没过但是你都会让我们的大都顾的让的累死，等都讲大钱那钱，顾的讲累的讲些。但是老兄弟就爱那讲，老兄弟他对吧？那点讲年嘛，现在爸爸。鬼是咩？录着我讲呀，我妈的下差不了啊嘛，录着的，爸爸录着的，但是你去哪子的吧？讲呀有的，俺怕下一年的两辈的等住的怕，我以为做的做怕说回来。我们今天的做多月的没看我妈的做的让别长嘛怕水，做说读了一年吧，做长嘛说。给，怕做水个啥做怕水的，人家不的那些。可是人家接水，可是人家不那种的，读了你叫了么？让他参不没的就那的。裙子人家们都裙子给你吧，裙子给不了么？然裙子他我个别了吧？那干的可以给的，这种录的就是，这东西怕等的就怕人家不，是不得参不？我在这干过的，他做水吧？呀就。我在这睡过来，我小西山，我在这跟你说啊，上次看没，毕竟没得结婚结果了吧？你必须按风习俗的做过了吧？你特别嘛，你说读了的这个样的，你看嘛，那你以后对吧？去了对吧？逛街单的人，他们说的讲说亲们多哎，你去民街给我看年纪，但没有对呀，但的这嘛的做的人怕读了怕。张妈钱怕说不得参不起录的就那种嘛干，怕干了吧，精神面的大气怕，好喂喂，精神面的大，别的噼里啪啦说的这嘛干啊，我做的顾的那个顾的就民间，那刚刚对吧？当不明那个嘛，顾的可都历史当的就是，我历史，顾个说的历史当的就是。我你这东西呢，那么就让我的那些，我的应急别的3年所有的就这个嘛的，就是哪吒不给的这个的话，可是学生极多啊，为了张伟丽当或者全级的就给的话，我的那些背心啥个啥，没背，我没背啥嘛的，就是我的人的话，没背嘛的，就没背嘛的。我这里我们隔壁的就是哪吒都是跟着的，可是学生极多啊，通通去，我的给，没办法，大姐了，我的给，你出来年的吧，出来应急在哪路，他这个啊，可是我嘞，宿舍的这等的说是多啊，他这应急一套的搞嘛的，就是如果你怎么怎么样，你怕东西。可现在中国录的是吧？那普通当播的这跟大洋中国嘛录这都。好好听啊！咱直播间有女孩子的话，菲菲穿大了的那种。宿舍的这能叠牙天，中国的话，给我妈的光嘛让女的录呢，给我妈的吧，就是你们要讲应急民急，我们这边的必须要多哎，说注重要打扮的，必须要注重，知道吗？宿舍的应急民急干啊！你记不记一套的给我妈的，就是完了的就给我妈的，就是别来的就对简单的顶上中央的话，俺抖音俺跳这么多。你看，懂了没有？
以后俺同的做说随机，你希望下次能见到时候做人的做我。马上呀，你给长不起嘛哇？我怎么感觉你长高了个子？我本身就高呀，你就这个。那估计之前没有那么高，上次婚礼上面见到没有那么高，你之前。人不多呀，俺人不多的，只是我瘦嘛，那现在应该就是胖了一点吧。人不能过，就这个他们都说我矮得很噻，其实我个子也差不多，标准的嘞，标准的，差不多。1.8米有吧？应该。1.8米没有，1.76、1.77的吧，有没有？7、8但。更高的，挺高的。我之前以为他是个矮子。矮子嘛，是不是我走的？不是，有一次不知道你香港路在香港路的时候，那时候瘦嘛，那时候有嘛的，那时候我穿了一套西装。妈的，一点的吧，我瘦嘛，你自动给妈个哈过呗，多个把姐，的车姐，俺没事的那，俺那老的老可惜的，我都不行那样去，看那年着我们都。这么多，你苦们多，你妈你的你那么这么的大姐，你一会儿他谁给我弄啊你？你记不记一个？一个他的人没懂的，你会中的，弟弟俺别的，古扎碰起土姐，俺没居没不了吧？古扎拉开么多啊？你的，连的这个像特别么多呢？俺自动个把钱那里交把钱那里都是的，你俺车去，你没事那俺能心个别的把钱的这你直播间那个，你阿家那里joy那里弟弟那里咪咪那里马车不是我，基本嘛是东眼牛是我的的，那俺能心没假，你出嘛干怕乌头牛嘛，凭什么呀？胖卷蛋你给都是跟你贴贴的，古大的就么，还我顶上我们都说把这的。俺看谁？你看了？我都是。你昨天晚上跟他们打 PK 的时候，也没有，也是跟现在一样，一直在看你。妈的，俺忘的手机忘热点的连 WiFi 连不难的。不老没忘电信忘的矿上里边到里边的，俺月租妈的当学，上次边一个月200多这个，那更多啊，他看不到我。他看吗？就这样的，你。大网红还这么可爱。呀，别大网红，我妈就大网红瞧的给，俺网红瞧个去，你叫人真不了个捧场是这个，但是俺网红是开面。这是的，前面还是叫没声音的呢。那就，给新闻给个，但那个是最近的上过去这个的呀，或者给新闻这。这个的什么说什么啊？现在俺们这你。那就3年的没给我这3年的。那可惜俺做生意这个，俺可惜怕生意这个，结果的也给，跑简单的让俺甚至让开啥的给，但是俺现在给没哪里就变就也不就的那个生意给，开没得就俺现在都讲开的样的新闻的，俺现在就是没拿车钱也不的就，俺现在没人这样的吧，俺现在你也认不得，你哪里骗给的吧？别开没得就你这西的呢，我买呢，他叫我们俺别都讲嘛的呢，我有呗，其实不拿到我们都是那个新闻的，就是俺他狂俺那满这边的，你俺没那个拿打就钱，拿车钱也不会打，免那个新闻亏那个新闻，没得这不打那个可惜了嘛的，没得这不打那地下车的给，你要嘛等你。车券的我吃的，他的我都是能快那把洗修，是吧？那把洗修哪样？哪边呢？可惜别的吃了这个做个吃的，你光这开我妈的！我要是在那种，俺西嘎去那没卷单也就周边就那把新人，大把是，我兄弟俺皮莫几山面皮给没了，但我俺他你没让他吹牛来听呢，我兄弟。我没几个等级给下面看嘛去，看中哪个有个呗？什么迷恋的歌？那就，人嘛的消息，
凭啥？尤其是让咱的南北那的手机那的让了这那的，咱的也不多啊，所以让对菜的引起民气等真假啊，出那么大啊！我牺牲起来给牺牲起来就变就那个牺牲去，开没就那没去啊，然后我等一下，我还没想过要死，我还没想过要死。没俺写的那没，咱们去了一块的话亲戚，那就那个让意思录用这几个的，怕的没得。保球写都人可里别的，我最简单都民都怕也不对，免得别的让我热死呢，日不正经拿他落啊。这个让我这第几这都他的我都什么着呢？啊你看我妈的，可惜别的卡这个写的，那就全都不管了，没事你来点不巧，但开球明呢，你让说声差不离，他我以为你安心个。以前我大家冷牛，那就冷牛，引起民气，不等都搞得我说这个去呢，明末中间没打，对外讲啥都对嘛，才不讲那么难的才我看上那国的那么难做的是个多啊，那么难的就你们别的，你们为啥别的领的地方才啊？卡心这样了，卡心当的就切就没才啊。我，你进名就是秘密的吧呀？我说了嘛，人家最起码打地库没有也给我们给了个视觉效果，你有吗？你妈有什么你哪个都？那你说呀，我什么都为什么我还要向后转的？为什么？真的，股东他们牛在精神建设了是那哈雷库啥把这样？我没有精神库，我不穿精神哈雷什么库？可是小心微喇叭库嘛的，微喇叭。微喇叭。哈伦裤，这哈伦裤。他穿的是直筒裤。对啊，我穿的是直筒裤。呀，那你先，那我就先撤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，我要我着急，哥哥。我要去看顾了，你们两个玩吧。我的滚的。牛子是漂亮。那个瑜伽裤穿了我工作。啊。那个瑜伽裤穿了。谢谢兄弟们，真的刚特别给面子，刚刚给我上那个眼睛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尤其是秘境生意兄弟的破费解锁。可是打的裤，你的名都瑜伽裤名都有关系，你等跟就差不多，真别问其他。但是打两个瑜伽裤有的就说的叫做，史努比的脸面跟没让要做入去呢。阿基在跟别人玩呀，错么啥？哥连史努比说等一下，以后不要连那个小妹子。好的，没了，连吧，但是那个小女还挺好的，可是冷的路那嘛的，挺好的。虽然俺的没得嘛的没让路那嘛的，眼里过的俺看到嘛的，俺读不读声音没让路嘛的，不像某些主播一样，顶冷上这三种给你们就口袋兄弟知道灵没？领着装么事，但有了的兄弟，阿家以前单身跟俺2年差不多了，阿家当啥子都啊他妈的，也不明多，阿家也不得都得，但是当时就多啊，也不明多，都已经排起中多啊，没得难了，那么些啥子也得就当我这么的，玩过呀，小妹误入其境，我跟他玩那个真心话，他太点苦了，错么事，吃地几上面。但无语嘛，那个吃地鸡嘛，这个做俺直播间那那么样的估计，知道了吗？真的那么样的，所以无语是跟着吃地鸡是跟着那边的话拉黑给你的，直接他们不喜欢，真的。错么啥？聪没打连的，你直播几天？你要瞎说。
顶着了么啥？他有了，大兄弟，俺连面了吧？公外记在，公。